大家好，我係 Jaden，歡迎返到嚟我個 YouTube。我喺泰國曼谷，今日咧會坐美國聯合航空波音7879嘅經濟艙首航由曼谷飛去香港嘅。今日咧佢哋都有由香港飛往曼谷嘅首航。抵達咗曼谷之後咧，都有一個噴水儀式。咁而家咧我哋坐回程返香港咯。今日禮拜日，我哋大約2點 call 車，3點前咧就嚟到機場。喺市中心有少少塞車，不過呢，沿途嘅高速公路好暢通。而家下午3點正，航班起飛時間係4點55分，即係我哋呢大約起飛前2個鐘嚟到曼谷機場。我今日係專登遲咗少少嚟機場嘅，因為 check in 係起飛前3個鐘頭開始嘅。通常3個鐘頭之前呢，嗰段時間係最多人排隊。而家嚟到美國聯合航空 check in 櫃台喺 G 區，經濟艙嗰條人龍呢，大約30個人，商務艙唔使排隊。本身我今日呢要乖乖地排隊嘅，不過好彩我有朋友坐商務艙，我哋可以一齊 check in。呢班航班嘅目的地係美國，而且我哋係坐美國籍嘅航班，所以出發前呢，喺 check in 櫃台同埋登機閘口都要經過美國式嘅審問。佢哋可能會問你啲問題啦，包括行李係邊個執㗎，同埋嚟泰國玩同埋去香港嘅目的。由於今日係首航，佢哋有工作人員派禮品俾首航嘅旅客。我哋而家一齊上樓上個安檢同埋移民局。而家喺曼谷出境可以用呢度。今日我冇得用貴賓室，朋友都冇得帶我入去嘅。不過如果你有貴賓室嘅使用權，即係假如你係坐商務艙或者你有星空聯盟嘅金卡，你喺曼谷機場可以選用泰國國際航空、新加坡航空、長榮航空以及土耳其航空嘅貴賓室。今日坐我隔離嘅呢係我一位朋友，我而家同佢一齊 hea， 由 check in 慢慢行到去安檢，再慢慢行去登機閘口 G5。行到過去嘅時候呢，登機閘口已經開咗門，可以落樓下等候航班。我哋而家仲行緊過去登機閘口。沿途經過2個閘口都係前往香港嘅航班，包括依架香港快運 A320 同埋國泰航空 A350。來往香港同埋曼谷呢，有好多航空公司選擇。咁除咗大路啲嘅國泰同埋香港航空呢，亦都有第5航權嘅美國聯合、阿聯酋航空同埋埃塞俄比亞航空。而家嚟到 G5 登機閘口。而家呢，又要再一次經過美國式嘅審問，問翻同一類嘅問題。有啲旅客可能會被隨機抽查，可能要打開佢哋嘅手提行李。依架飛機頭先由美國洛杉磯經過香港抵達泰國曼谷，係機05年嘅美國聯合航空波音7879型號，註冊編號係 November 24980。依架飛機呢，商務艙有48個座位，豪華經濟有21。最後經濟有188。今日喺登機閘後呢，見到好多我 channel 嘅粉絲同埋美國聯合航空嘅 fans， 包括呢位來自美國三藩市嘅飛機發燒友，佢今朝坐咗香港去曼谷嘅首航，而家呢坐返回程，又會喺香港轉機坐返聯合航空去三藩市。而家你喺熒幕見到嘅係全球第一架波音777-300ER， 機齡已經22年，日本航空擁有。日航已經開始淘汰佢哋所有嘅波音777，包括777-300ER。我前幾日就係坐日航嘅頭等艙，由東京羽田飛過嚟曼谷。大家可以去睇翻嗰個 video， 不過好可惜得英文版。Bilibili 嘅話呢，有埋普通話。美國聯合航空係有 group boarding 嘅，第1同埋第2區係優先登機。經濟艙嘅窗口位旅客係第3區。中間位旅客係第4區，最後走廊位旅客係第5區。你留意到喺登機閘口有穿着美國聯合航空嘅美國籍工作人員喺度幫手嘅。而家係首航嘅過渡期，佢哋喺曼谷幫佢哋嘅泰國同事適應下新環境。今日首航呢都唔少 YouTuber 同埋影 Instagram 嘅朋友。我前面呢位呢係 Frederick。Hello. Hello, welcome. What's Thank you.
歡迎登機，呢個呢係美國聯合航空7879嘅商務艙 Polaris。我2年前坐過呢個產品，由三藩市飛新加坡，航程16個鐘，瞓得好正。今日我會坐喺經濟艙，座位佈置係333。今日我個座位係倒數第3行嘅55A， 呢個座位比較新啲嘅，佢比較薄，所以呢感覺腳部空間會多啲。冇記錯嘅話呢，呢個係美國聯合航空第2代嘅波音787經濟艙，明年將會推出第3代嘅經濟艙座位。另外有全新豪華經濟同埋商務。而家同你介紹一下呢個座位，有電視，下面有 USB 插口同埋耳機插口，下面擺咗雜誌同埋 menu。呢個係餐台，唔可以折起一半嘅，不過呢可以拉前拉後。呢個袋仔呢係吉咗俾你擺嘢嘅。腳部空間感覺係多過國泰，因為呢個座位好薄，不過實際座位距離其實少過國泰1英寸。每2個座位嘅中間有插蘇。雖然呢個係短途航班，不過呢唔少旅客係繼續前往美國，要坐多大約12、13個鐘頭機。所以每個座位都有長途式嘅設備，例如枕頭同埋被。United 嘅頭枕呢好特別，其實佢係一個頸枕。而家見到美國同埋泰國嘅工作人員好似好煩惱，唔知點樣將個袋擺上飛機。電視熒幕喺度講緊佢哋全新航線，包括澳洲阿德萊德。最近呢幾個月呢，佢哋有好多首航，包括今日嘅首航，來往香港胡志明市同埋香港曼谷。12月份，美國聯合航空將會直飛由三藩市同埋阿德萊德嘅航線，國泰航空會喺11月開始香港阿德萊德嘅航線。而家係機長嘅廣播，佢係講英文嘅，佢嘅基地係洛杉磯。今日嘅空中服務員有10位咁多，嚟自三藩市同埋洛杉磯基地，佢哋識得講英文、西班牙文、廣東話、普通話同埋泰文。而今日嘅飛行廣播呢，有泰文、英文、廣東話同埋普通話4種語言咁多。代表機長山子先生、國際飛行副駕駛歐文先生以及洛杉磯基地的10名客艙乘務人員，誠摯感謝您選乘我們的航班，並且感謝全程令你嘅旅途舒適愉快。今日航班上，我哋有2位識講中文嘅空服人員，1位識講廣東話，同埋1位識講廣東話。我哋仲有2位識講泰文嘅空服人員。如果你需要語言上面嘅協助，請通知空服人員。我哋追求優質嘅服務，而你嘅安全對港至關重要。請嘥少少時間閱讀你座位嘅安全指南卡。由於每個飛機型號嘅安全救生設備都有所不同，即使你係飛行常客，亦請注意本次航班78798嘅安全示範。請注意你前面個人型光幕，多謝。有一位空中服務員呢，知道我中意飛機，就送咗張卡仔俾我，佢哋叫做 Trading Card。Instructions of our crew members and comply with all posted and lighted signs. Please review the safety card located at your seat. It's important. Must be secured for taxi, takeoff, and land. To release, push down on the middle. Pull down on the strap to access your mask. Firmly pull the mask to extend the tubing. 安全廣播之後呢，空中服務員派耳機。Like the airplane. Like the airplane.
seated in economy cabin. For customers in Premium Plus, purple seats, your lavatories are in economy right behind row 35. Lavatories are right behind row 35. We have with a complimentary meal and beverages including complimentary beer and wine. 在上方嘅儲物人乘小心，你而家可以用筆記簿電腦同埋其他電子產品。今日航班上有無線網絡可以購買，詳情請到 UnitedWiFi.com。你亦可以喺座機上。頭先空姐講嘅 WiFi 呢，而家可以喺設定連接 UnitedWiFi.com， 然後要打開手機瀏覽器，輸入 UnitedWiFi.com， 可以用免費嘅短訊功能，或者俾$8或者800里數用無限上網服務。座位前面有個 menu， 而家呢俾大家睇下先。不過今日呢，其實應該係冇呢啲付費食品嘅，因為通常付費食品呢係內陸機先有。今日個航班係短途機，不過係長途機服務，因為目的地係美國，所以呢有免費餐飲同埋酒精飲品。我今朝開 Facebook 睇呢，見到啲人坐首航由香港飛曼谷。經濟艙係有熱食，所以呢好期待陣間我哋有啲咩食。我頭先將個座位挨後，而家開始享用娛樂系統。美國好多航空公司最大嘅優點都係佢哋嘅娛樂系統，可能好多電影都係嚟自美國，所以呢美國啲航空公司電影同埋電視劇選擇有好多。呢個係佢哋頭先派嘅耳機，有自己耳機嘅話呢，可以連接呢個電視嘅藍牙功能。我開咗嗰個連接模式 Connecting Mode， 幾秒就見到自己嘅耳機喺電視彈咗出嚟。而家就可以咁樣帶住自己嘅 AirPod 享受電視嘅娛樂系統，可以順便聽埋 Spotify。而家出邊黃昏好靚啊！我哋將會派發簡餐，我哋將會有雞肉、沙梨、煎餅同埋蔬菜辣味煎餅，同埋餐飲飲品嘅 menu 喺背後面嗰度。空中服務員頭先開始佢哋嘅派餐服務。今日食品方面呢，係一個素食嘅咖喱派，另外有一包 waffle， 有2塊。開頭有啲驚訝嘅，因為明明香港去曼谷嗰一程機呢有熱食噶嘛，有雞蛋香腸啊，同埋好似有飯嘅。我諗可能因為呢個係新航線，聯合航空同埋曼谷當地嘅廚房未溝通好，提供到熱食。因為我諗翻起疫情之前，曼谷香港呢個航線呢，國泰航空都提供過類似嘅食品。頭先空少空姐有派嘢飲嘅，我揀咗一杯橙汁同埋水。本身我想飲 lemonade 嘅，不過佢哋話呢個航班冇提供。而家空中服務員返嚟客艙收走垃圾，同埋每人派一支水，同時你可以問佢哋索取多一杯嘢飲嘅，佢哋推住嗰個餐車有。而家我就咁坐呢，都坐得好舒服，可以翹埋腳添。經濟艙好難得可以翹到腳。而家泰國時間夜晚7點，香港夜晚8點，距離降落大約1個鐘頭。空中服務員呢，又返嚟派多一次嘢飲。好少航空公司呢，咁短途嘅航班派2次嘢飲。喺呢條航線，就算國泰航空、阿聯酋航空都冇咁嘅服務。我要咗一杯英式早茶配牛奶，係維他牛奶添。如果你想飲其他茶嘅話呢，包括綠茶，佢會成個茶包俾你，感覺呢高級啲。而家派完嘢飲就熄咗機艙嘅燈，不過唔會熄好耐，因為呢好快就要降落啦。而家嚟到經濟艙嘅廁所睇下，呢架飛機有2個經濟客艙，所有嘅廁所都位於2個客艙嘅中間。行到最後面呢，係冇廁所嘅，只係空中服務員嘅工作間。呢個係好典型嘅波音廁所，有藍色嘅 LED 燈，好多塊玻璃鏡。今日呢架飛機呢，經濟艙係全滿，商務艙好似得返1-2個位剩。We should have you on the ground in about 45 minutes. We'll be parking at gate
Sierra 29 is leaving Hong Kong. 我哋將會收集所有剩餘物品，請喺我哋前來收集時，將可回收嘅鋁罐塑膠分類。請確保你放喺前面座椅下嘅物品完全放喺座椅下方，並保持相同附近空間，暢通無阻。衣食安全帶同標準安全帶扣埋一齊，只配説直至綠燈亮起，請將你隔離台面上嘅嘢手持或者放放，以免滑走。多謝。我哋即將降落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我好快總結一下呢次嘅飛行體驗。今日嘅旅程喺泰國機場出發，因為今日坐嘅係美國機，喺當地呢要經過好多審問，通過咗之後呢，護照嘅後面會有個貼紙仔。今日首航亦都係美國聯合航空，好多年之後呢，第一次喺泰國有航班，不過成個流程都算好暢順。有幾位來自美國嘅同事嚟到泰國幫泰國嘅新同事適應新環境。今日呢個飛機座位好舒服，leg room 呢多過國泰同埋泰國航空，可能少過阿聯酋嘅 A380少少。2個鐘嘅航程呢，絕對坐得好舒服。今日飛機餐呢，有少少驚訝，因為呢唔係正正經經一份飯或者麵。我成日周遊列國坐開西方嘅航班呢，冇嘢食嘅，所以呢其實有嘢食我都覺得算 OK。不過可能香港嘅水平嚟講呢，就唔可以打滿分啦。不過飲品方面，聯合航空就做得好好，酒精飲品全部免費，同埋呢降落前會派水同埋第二次嘅嘢飲。假設你真係繼續飛往美國嘅話呢，電視有個功能可以俾你同嗰啲機組人員講，使唔使叫醒你食飛機餐。今日嘅機組人員呢都好 friendly， 講廣東話嗰個空姐呢，我覺得好搞笑。佢啲中文呢，好似我咁講到甩甩咳咳，有啲字噏唔出呢，就講英文，例如餐牌佢講咗 menu， 同埋唔知大家聽唔聽到呢？佢起飛之前話有2名講中文嘅空服員，1名講廣東話，第2名都係講廣東話，其實佢應該係講普通話，不過佢噏錯咗。咁今日整體嘅體驗唔錯嘅，價錢適當嘅話呢，絕對會再選乘佢哋嘅航班來往香港曼谷同埋胡志明市。佢哋嘅 Basic Economy 機票呢，來往香港曼谷同埋胡志明市都包至少1件行李嘅，唔會好似美國佢哋嘅航班咁乜都要俾錢。同埋特別係曼谷嘅航班，佢哋時間呢對香港人嚟講好靚，早去晏返。今日呢個飛行報告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嘅收睇，請記得要 like、comment、share， 同埋最重要呢，未訂閱 subscribe 就撳訂閱啦。順便撳埋隔離個鐘仔，唔好錯過我每個禮拜4嘅飛行報告。我每個禮拜4香港時間12點都出新片㗎。我嘅頻道會員，無論你係 YouTube 嘅 member、Patreon 或者 PayPal Me 嘅話呢，都可以享用優先觀看我視頻嘅權利。轉頭降落呢，會有個香港 vlog 俾大家睇嘅，唔好錯過。咁轉頭見啦，拜拜。降落嘅時候，個行李櫃打開咗，空少而家去閂返埋佢。สวัสดีครับและ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เข้าสู่ฮ่องกงซึ่งเวลาในนั้นผิดเลย Okay, 50 minutes, let's go. 歡迎抵達香港國際機場，而家當地嘅時間係10月26號晚上8點55分。而家飛機仲喺度滑行緊，請喺座位上坐好並綁好安全帶，直至安全帶閃燈熄滅。而家你可以使用手機同埋其他小型電子產品。唔好忘記檢查你嘅椅背口袋同埋座位四周以免遺留物品。喺打開座位上方嘅行李儲物櫃時請小心。抵達登機口之後，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我哋嘅地面工作人員會好樂意幫助你。你
你嘅意見對我嚟講非常重要，所以我哋會透過電郵或者聯合航空應用程式向部分乘客發放問卷，以了解你今日嘅飛行體驗。請注意，香港法律禁止攜帶電子煙同埋加熱煙草。當扣上安全帶、指示燈嘅燈號熄滅後，請遠離機門區域，以便空服人員完成重要嘅安全職責。謹代表星空聯盟美國利華航空洛杉磯全體機組人員感謝你搭乘今日嘅航班，希望不久將來可以再次為你服務，多謝。最後祝閣下在香港逗留愉快，後續旅程一路平安。如果香港是你的家，歡迎回家。在此之前，晚安。而家呢，泊喺兩架美國聯合飛機嘅隔離呢一架呢係波音777，轉頭會翻去美國三藩市。再隔離嗰架呢係波音787，頭先由洛杉磯抵達，轉頭會繼續飛往越南胡志明市，亦都係今日嘅首航之一。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ere was a guy named Derek that was. 歡迎嚟到香港嘅 vlog。而家朝頭早8點，我喺屋企樓下食早餐。呢個係2份早餐嚟嘅，我同1.94米一齊食。佢澳洲過嚟嘅，開頭呢好食唔慣香港啲早餐，尤其是係通心粉。不過佢而家好鍾意食。嚟緊嘅立法會選舉，有啲人呢，我食緊早餐嘅時候拉票，而家去埋單。我之前住喺港島嘅，不過呢，我最近搬咗去離島住，而家坐船出返港島揾 friend。半個鐘頭嘅船就嚟到中環啦。我轉頭喺金鐘約咗個 friend 嘅。我本身諗住行過去金鐘，不過呢，今日又曬又熱，坐一個站算咯。Pret A Manger呢個咖啡卡好抵喎，188蚊有10杯咖啡。除咗咖啡之外呢，都可以換佢哋嘅麵包類食品。我個 friend 係荷蘭人嚟嘅，佢嚟香港玩，頭先喺 Conrad check in。我而家帶佢去大坑食嘢。我之前係住喺依頭嘅，所以呢，好熟依度嘅餐飲。呢個係順興嘅叉燒蛋飯。Then I get a paper. Yeah. And then, okay. Yeah, that's the bill. And now? 而家帶我個 friend 去離島嗰邊玩，我哋而家呢要行得好快啊，因為呢架船就嚟走咯。而家嚟到我 local 嘅 cafe 坐低。呢度一杯咖啡呢，一定貴過出邊嘅 Pret 噶啦。不過呢度環境優美，坐全日都好正。你次次行埋去嗰啲水度呢，啲魚就即刻游過嚟噶啦。佢哋以為你餵佢哋食嘢。我幾欣賞呢度嘅廁所設計，好特別啊！我個 friend 嗌咗個 double espresso 加礦泉有汽水，我嗌咗一杯唔知乜鬼茶加奶。我本身都係諗住飲咖啡嘅，不過今日呢都飲咗2-3杯，費事再飲落去。而家我哋行去瀑布望下。This is okay, but
我次次喺度呢見到啲水牛都好開心啊！佢哋就好似我哋嘅大家庭成員咁。不過聽講呢，最近有好多絕育計劃，希望到時唔會消失啦。佢哋我細個喺元朗呢，成日都見到啲鴨同埋牛嘅，而家都唔見晒咯，非常非常之可惜。而家大約3點鐘，我帶個 friend 返去碼頭，佢坐船返港島。我而家呢，攞返我架單車返屋企。今日條片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睇同埋支持，特別多謝我所有嘅付費會員一直以嚟嘅支持。記得呢要 like、comment、share 同埋撳 subscribe 啊！咁我哋下個禮拜4再見啦，拜拜。